你有冇試過，孩子明明見到所有資訊，但仍然唔知道下一步應該點做？呢個唔係能力不足，而是推理力未被建立。推理力是孩子把看到的變成理解到的能力。當他能從線索推斷，從蛛絲馬跡預測結果，在遊戲流程中找出邏輯，其實他正在學習世界如何運作。在桌遊裏，每一張牌、每一個步驟、每一次輪流，都是孩子推理的素材。他要連結線索，才能做出判斷；他要理解因果，才能制定策略；他要預測別人的行動，才能思考下一步。這些過程不只讓他贏遊戲，更讓他建立真正的思考能力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用桌遊拆出孩子的推理結構，點樣打造線索連結、因果推斷、策略預測的系統訓練，點樣讓孩子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，自然變得更懂得思考，玩出桌遊力，10款精選桌上遊戲線上課程會一步一步教你。10套遊戲乘以10種能力，在玩樂中建立孩子的邏輯框架、學習架構與思考肌肉。如果你希望孩子變得更聰明、更有策略、更會理解世界，這門課會是你最值得投資的開始。立即加入，一起把玩變成真實的思考力。